身心障碍权益保障法已经有17档无修法啦。即马长期咧关注身障者权利的罕病律师陈俊涵过身，伊伫咧在生时就是上关注这障权法的修法，所以今仔日到立委甲身障团体提出诉求，希望行政院的版本草案得爱列入落实身心障碍者的权利公约，合理来调整修法，因应国内100万的身障者的需求。百万障碍者权益要重视。行政院草案快送进立院。罕病律师民进党无分管立委被提名人陈俊涵过身，伊在生的时阵全力为国内身障者权利一直努力，也好障权法修法受到大家的注意。有几多位立委会同身障团体共同向行政院诉求，爱听100万障碍者的需求，并且赶紧将障权法议办的草案送立法院审议。身心障碍权益保障法已经17年了，常跟俊翰校说，这个已经不堪使用。过去的修法的版本里面，并没有太琢磨在我们每天生活所需的人力支持服务、无障碍的环境，还有资讯，还有辅具合理调整等等，要怎么样落实保障？刚刚说到100万人，其实不是100万人，它影响的是一个家庭。如果是100万人，再乘以5个人，乘以3个人，那不是100万人。2022年，行政院捌提出修法的草案，障权法捌入去到立法院审议程序，因过因为间期无连续的中断，障碍者团体希望会当全面翻修身心障碍者权利保障法，而且就要符合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的精神，和身障团体会当参加甲家己相关的政策甲实务。也讲，伫即马真侪无障碍规范，只是宣导性，并无法则，或者是发伤过轻。即使违反生权法或者是可能建筑无障碍规范的要求啊，可是我们现阶段我们的主管机关基本上都没有强力，也没有去执行法律要求，可能是业者啊，或者是主管单位去做改善。在迈向生权法修法的过程中呢，他的离世是我们这个社会很巨大的损失。那留下来的伙伴，我们会继续继承，并且完善他的遗志。李伟讲，伫过去包括有关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的修法讨论，也个需要进一步努力得到共识，包括反歧视是不是应该放入去新权法，定义歧视是侵权的行为，或受到歧视的人会当提出损害赔偿，也个个别支持度的服务内容甲时数等方面，也需要进一步协商达成立法的共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